準備好啦，毛巾操開始。首先我哋第一個動作咧係一前一後，將毛巾放喺胸前面，然後一前一後，二前二後，三前三後，四前四後，五前五後，六前六後，七前七後，八前八後，九前九後，十前十後。好，接落嚟係第二個動作，一左一右。我哋首先將毛巾一樣放喺胸前面，伸直手，由左邊開始起，準備一左一右，二左二右，三左三右，四左四右，五左五右，六左六右，七左七右，八左八右，九左九右，十左十右。好，接落嚟係第三個動作。第三個動作咧叫做一落一上。首先我哋伸出一邊腳，然後一樣毛巾放喺胸前面，準備一落一上，二落二上，三落三上，四落四上，五落五上。好，跟住我哋換邊，另一邊腳一樣伸出嚟踏出一步，一落一上，二落二上，三落三上，四落四上，五落五上。好，非常好。接落嚟咧，我哋有兩個動作咧，都係關於肩同頸嘅。好，首先第一個咧，我哋叫拉弓。首先我哋將毛巾放喺胸前邊，然後放落背脊，打直，拉弓，向上放翻落嚟。第二下同樣舉高毛巾，打直，拉弓，放翻落嚟。第三下舉高毛巾，背脊，拉弓，放翻落嚟。第四下一樣舉高背脊，拉弓，放翻落嚟。第五下舉高拉弓，放翻落嚟。冇錯啦，跟住就換邊，同樣嘅動作，舉高毛巾，打直，拉弓，還原。第二下打直，拉弓，放翻落嚟。第三下舉高毛巾，打直，拉弓，放翻落嚟。第四下一樣啦，舉高打直，拉弓，放翻落嚟。最後一下啦，舉高毛巾，打直，拉弓，還原。好，大家做得非常好啊！呢兩個動作加埋咧會有少少攰嘅，咁如果覺得攰嘅話就唔好勉強。跟住落嚟咧，下一個動作我哋叫做擦背。同樣啦，將毛巾放喺胸前面，舉高打直，擦三下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落嚟。第二下舉高毛巾，背脊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低。第三下一樣舉高毛巾，背脊擦三下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落嚟。第四下舉高毛巾，放落背脊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低。第五下舉高毛巾，背脊擦背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低。好，接落嚟我哋換埋另一邊，同樣舉高毛巾，背脊擦背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低。第二下舉高毛巾，背脊擦背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低。第三下舉高毛巾，放喺背脊，一二三，舉高還原。第四下舉高毛巾，放落背脊，一二三，還原。最後一下啦，舉高毛巾，背脊擦背，一二三，舉高放翻落嚟。好啦，大家做得非常好啊！咁肩頸嘅部分咧，我哋就暫
暫時完結啦。接落嚟咧就到最後一個動作啦，就係一個腿部嘅動作嚟嘅。首先我哋一樣喺車入邊腳啦，度下個距離先。跟住我哋呢個係一曲一踢，好，毛巾伸直，然後嚟一曲一踢，二曲二踢，三曲三踢，四曲四踢，五曲五踢。好，我哋換邊行啊，同樣嘅動作，一曲一踢，二曲二踢，三曲三踢，四曲四踢，五曲五踢。好啦，咁毛巾操一共6個動作，我哋就到呢邊，我辛苦晒。